所以呢，虽然这个就讲这个管仲不足的讲一度称霸诸王，以霸业却不能长久。假使伊的气度搁较大咧，以王道的正义来辅助这个皇宫，这个皇宫，定能建了更伟大王业，更有利于天下后世。而管仲呢，却只能做到理有一生的富贵，理有结果的这个霸业。所以孔子为汉少，只有礼是道的分性，礼是道的分品因为道是无言无效，又无相，无言又无效，以礼来表达。所以孔圣人的观念论题，孔圣人讲切记互礼为先。这都是无咱看物件，所以咱有时会感觉讲，我咧做这拢无好嘛，安怎拢唔知？咱了解，都是无言又无效，所以以礼来表达，由礼来导引进入了道的规范。咱修行学道用这个礼来引导兄弟姊妹进入道的规范，所以咱求道了后，第一就是来学礼，要安怎来到道中，要安怎做，要出去要安怎做，所以以礼来引导咱来入道的规范。所以咱来进入这个道中有咧做，所以咱感觉讲咱真正改变，事实讲咱毋是要做人看，但是咱的行为真正进入去道的这内面，使互咱真正一切起起因道，拢符合了这道的规则。那么这个内面要用啥来表现？用礼来表现。素人心不离用之，继续导入了公常正规，互咱的人心无离开咱的良知，继续的引导咱进入三公五常的正确的路数。这是圣人说教的初心，圣人说教的初心，所以管仲既不能引导皇宫成王道圣业，那就不能以礼引入言中。管仲无法度来引皇宫来进入这个王道圣业，那么伊就无法度以礼入这个言中。文中之批评，以生活车行为范例，拢是有缺乏了用心富贵的这个气度。这个人受用到这个赞处，可以伫个行为内面看出个行为。不过这就是讲是某种具体的行为理论。如果以管仲的公业来论呢，孔子甚至呢嘛以人来赞美他，所以孔子来批评人，不一笔画销，而分别来批评所以咱来慢慢来了解。修行道是看某一个方面，看道方面会当改变，也嘛是道方面会当改变咱的人格、咱的行为，受到兄弟姊妹肯定，受到上天大肯定，也咱达真正的成功。再来23章，自古多太史学。乐其可知也，四足一如也，唱之顺如也，跳如也，亦如是。这个礼乐，孔子以周列国来到魏国，一定感觉讲道不能言。伊来甲弟子讲，贵有我当之小主公干，从众弟子来传咱的路国，已经因的地主，若毋是公家就是干家，所以孔圣人呢，带地主等的老公，用3时书定礼乐，
上尾啊，写作春秋，写甲鲁国，鲁国伊遐合并了后，春秋才作的。主公呢，来甲老师讲人命的是食啥物物件，天地是生做安怎来讲，孔子伊遐老师，逐工来讲，人的其命如此来，所以孔子家己作春秋，春秋家己作的结无偌久，孔圣人就回讲，伊就讲，既然是要出来变水，天下太平，但是出来我着人真正现水于天下受苦孔子怎啊去敌人呢？伊也春秋作的所以孔子呢，咧讲这乐，咧讲这鲁太师的这个乐，那像这个就是鲁国的这个音乐的大师啊。伊讲这个乐伊好滴啊，看这个乐会当知影四足最重要。开始的时阵，这个音就是细事咱若看两家走解就知影你若是电视看到咧大场的音乐，咱就看知迄个指挥官迄个指挥起头要慢慢做出来做到中呢，就安尼咱就足紧张、足激动安尼，长治顺序啊。但是这个当中，迄个音调拢真了解，顺序也真了解。长治就是讲，分到迄个激动的时阵调子啊，毋过安尼呢，伊的音调拢足明朗的音字啊，到要形成的时阵，到要收起来的时阵，这个音调连续不断那像空足长的，所以咱看咧指挥，手拢慢慢比，比足长的，以前安尼才是成就。这个乐的这个开始甲结束本章是孔子甲鲁国的大师讨论这个乐理那孔子先来讲这个乐理呢？因为礼乐拢无去礼乐拢无去礼是要分尊卑，乐是要分上下。但是到个时阵，尊卑无去，上下无去。所以孔圣人当过来用写这个乐经三思书当过来定礼乐，过来重整这个乐经，要互咱上下当好，要互咱尊卑会当走出来，互咱真正搁再来用这个礼乐，这个概念，咱上古的礼乐到这个时阵，咱上拢无去听讲呢，伫韩国也有一寡迄个叫做东调李世民的这个李世民整个完成的这大统的乐，也搁韩国也搁大家伫日本维新了后，也嘛还搁有存一寡这个乐但是咱用土已经无去，上古的礼乐拢无去所以礼乐之道是要中和为主。礼分尊卑，礼大家若守条，安尼大就是大，细就是细，长辈就是长辈，后辈就是后辈，尖言就是尖言，和合就是和合，爱分尊卑，乐无上下。过头分尊卑，毕竟大家会怎会惊所以咱大家来共同来唱这个歌，这就是要咱上下合为一气。是圣人用礼乐控用礼乐控为天下。圣人在用这个礼乐天下咱兄弟姊妹，大家来尊敬，大家来奉事。以礼故为正义，所以这礼呢足
上顺天生，下正人情。上顺即个天生，温存比上顺天生，甲无上下是下正人情，合道成德。大家拢照这个经道来行，用这个德来互咱兄弟姊妹信。言之另一方面，音乐竟然感人有无形之中，这个音乐呢，更加伫这个感化咱人伫这个无形之中，即较早强调这个做大官啦，啊，伊敢若做官，伊一个囡仔足歹行，哦，啊，伊就请老师来甲伊教，伊拢无法度教，来教物件大，因后生拍走。即摆去请一个另外请一个来教，伊咧来诶拢毋甲教，甲因即个主人讲，你甲我为好，啊，另外有一点人来面。啊，伊即摆逐日来，伊拢毋甲教，住喺内面大琴唱歌，拢住喺内面大琴。因为即个囡仔呢，哦，而且囡仔呢，无形中住喺边啊坐啊坐，啊听迄个音乐，受着迄个音乐诶感动。无偌久诶当中，即个老师逐个教，啊呢，教一早，因为囡仔了改变。可是呢，即个老师呢，因为村里多有代志，啊就要离开，啊，即个老师甲伊讲，可惜我无法度来教一早，哦，但是你诶囡仔呢，已经改变有够济啦，哦，慢慢啊落会受着即个改变。哦，起码咱来了解，哦，所以这音乐会当感入无形之中，哦，得啊人的性情，会当得咱人的性情，慢慢啊是感化，哦，所以孔子才特别他罗的书，哦，罗的乐书讨论这个乐理，哦，指点伊音乐的节奏，以便为何先龙之正乐。哦，摆动社群音乐，美美之音，因为礼乐，哦，礼乐互相培养，哦，乐爱礼也爱，可必须加以亲近，方能适合。哦，所以了解，咱道中真拢在唱歌，哦，这嘛是一个足好现象。过来24节，用人清洁，用人清洁。君主之治虽然我以上不得见，将这言之出发。第三处何患无所谋？天下之无道也救天将以主道。这个用人呢，是一个边疆守关的这个大官。那么孔圣人呢，带地主周列国来到遐，所以这个用人要来亲近君主。普通大国要记就要记但是伊甲伊个地主讲啊，君主之治有殊，有呀，我理想不得见。一个有时有德性的人来到遮，我会当。那么这平常的这地主呢，就甲孔子讲，入去甲孔子讲，那么孔子就准你入去交见面。入去交见面了后，伊这内面就无写讲到底讲什么代志，这个人出来，出来，甲恁23字讲，何患无所谋？讲恁大家。免烦恼，免烦恼。这个地方人相当有修养，相当有德性。所以咱人呢，看伊面，看伊行为，看伊讲话，就知影这个人有德性。所以当伊出来时阵，伊就甲迄种地主讲：恁免烦恼，免烦恼，咱中国的文化会当丧失去，免烦恼这道袂行有田啊。讲何患无所谋？天下之无道也救
天下武道已经足久啊，文化共伊断去啊。天将伊付诸于木道，上天派孔圣人如何出世，将伊来做一支共生的共生主义啊。所以，即种一个解释，孔子的性格足以随到万世啊，是乱之而极，圣人不先。既先将即将代替，以后人一见孔子，就看出孔子书表万世，乱之而极，圣人不先。所以这个三字大概报道，嘛是这个经营团结大家普及的真世间，都是要来救众生。咱若无呢，这劫数来，善恶拢是着这个劫数来淘汰。都是要救善良，劫大来淘汰恶鬼。咱来知影，圣人若不先乱之而极，圣人不先。既先即将代替，所以未来呢，这个天下的代替。以后人一见孔子，以后人记得了孔子呢，就看出孔子当书表万世。孔圣人迄个外表、迄个行为、迄个讲话，伊就知影。所以这以后人相当有神奇。伊讲孔子呢，会当书表万世。足证伊确实具有识人之智，会超凡眼光，而且当看着伊，具有识人之智慧，会当超凡别人眼光，更有超凡的眼光。不过，这也是孔子的言行，动情之间，却令流露圣德之感动世人。所以，咱伫咧世人当中，咱爱做。无做，袂当入伫咱的心，无入伫咱的心，袂当流露伫咱外表。中庸曾经安尼讲：行有心，行有为。先伫咱的心，你会表现你的行动，伫咱的，伫咱表现伫咱的行动内面。你若无诚心，就无得流露伫咱的外表。所以呢，孔圣人呢，伊的这个言行。伊的动情之间，会当流露圣德之感动世人。咱人讲咱来得道就好啊，干学道无神道，遮拢是空的。所以孔子呢，这失为有乐，而求立国，那变天命之应世。孔子的鲁国失为，去求立国，伊就是秉天命之应世，有天命应这个时阵，伊就有爱开放，以便伊是要普遍来感化遐尼姊妹。所以圣德之大，欲切一世之人生，而定尧天顺日，尧舜禹三代之生世家业。孔子出去求立国，伊目的就是要伊的圣德，伊用伊本身去做，要让当时的人的人生，人的每一个人进入了尧舜禹三代的生世家业，人进入了尧舜禹三代的生世，咱即摆嘛是大家拢抱迄个希望，都会当开放天下，所以咱台湾出去足侪点人书。足侪人才，牺牲精神，牺牲金钱，牺牲伊的世间，出入国外开放内政，目的嘛是要互咱这个道会当进入到尧舜禹三代生世家。此之谓有目独之言，这个嘛是亲像也一个共争的争取，出去立国，国庭一个共争。所大家拢会当相信，就尽世间之种天下。大家讲世间拢变变了，天下间拢大家知影，以后人敬之如初，开王皆有者，
彼父子是连天性，所以乡人呢，伊更加知影这个责任，才会渴望有者，必定父子，实在是连天性。义弟父子为有道之恩者，义弟父子为有道之恩者，言行之准。伊嘛了解，若毋是真正有道的恩者呢，才有当做这项会。所以咱真足够开放眼睛，足个国家嘛无容阮咱做，毋过大家拢按慢慢来，按慢慢做。所以政教控制咧修列国差不多无偌济啦。使父子是为有鲁国，而修列国虽是鲁国之不幸正是天下万世之大业。控制是为鲁国去修列国。这是在鲁国的不幸啊，毋过正是天下万世的大业。无控制出去周列国，就会当开放地下。过来2章，子为孝，尽礼又尽贤也；为母，尽礼必尽贤也。1章，孔子是讲，孝道就是顺道。孝就是顺道，尽礼搁尽贤，因为顺德是双成尧德，搁下有德所以伊毋是争夺得来，争地得来，伊呢就是有要德，伊尧德将这地位传落来。但是呢，这个顺德。伊又无将这个地位来传予伊的囝，所以伊要传予武帝。因为武帝治水有功，伊是传予有功有德的人，所以伊就搁传予人。所以伊这当中上不精，下呢不足，所以伊就是得到尽善尽美。那么孔子讲武王。以尽善，以尽美。因为武王为了帝王去争夺，文王无去革命到武王的时阵，来去革命，所以武王的老爸文王死了，归国去了后，武王将因老爸的成就牌都换成家人，才争帝王，要无讲。比喻较实际，但出来苦骂之间，讲夫王之不忠，为之不孝；神法君为之不忠，所以武王本来要将伊开除去，但是呢，孔子强行拿出来讲，这是天下文书最大特征，第三组织所以伊呢，大无讲伊信的，所以来去两个兄弟来去使用山的时间，到尾武王跟伊天啊，因两个人不识武王之巧，所以因两个夭死使用山了。这个动机，这个种子，孔子论。武顺甲周武王的功业的是啥？圣王讲善如何作恶，所以行他的恶就知道伊的德。这天下间人就有遐厉害，听着伊的恶就知伊的德到什么。顺之有天下，尧之成章。相位集中的，顺之有天下，就是尧的鸟音，是圣德相传。以个人有圣德来传落去，所以咱真咧传落去，嘛是爱有德，爱有德。伊嘛讲领命爱行动语言，无为主义，顺德。伊毋是
伊要作为一心为天下间的姊妹，但是绕地，那从这个话传互伊，以天下相和代志的，迄个时阵舜的特色，使我天下间大家拢相和，真即代志，落主啊，天道无亲，相互贤人，处乃无顺之代德，有感无天，而成天立命。落主就在简单讲，天道无亲，天道绝对无亲，相互贤人，有够德性来互伊，所以大德者一成命，大德者一成命，另外呢，命主天来在讲。天将降大道有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磨其体肤，空发其身，天复乱其所为，所以动心真诚，以正业其所为。要变正业不是太简单。天道无亲，相互贤人，处乃无顺，之大德，有感无天，以成天立命。其心有大义之时啊，德为有成就，一片太湖之气，故其乐德以尽善尽美，所以这两者顺地德贵，尧地传往这个真理，伊做个乐就以尽善尽美，乐乐都有些像武王处天下，以地得志。武王的处着天下，是征发一命咱得着。虽话目标，乃会救民最好之中。虽是讲伊目标，毋过伊就是救民最好之中，不得已而为之啊，不得已是安尼做。伊心有乱世之时，理求其地。小乱世的时阵，伊征发是要求得到这地定，发义平天下，下小节而成大义。征发来平天下，是小下这个小节要成大义。观小我而求大我，其德成义。生这个小我而要成就大我，其德成义。识征发比你上先，可惜征发一定生了这个生命，故真美而真善良，所以伊的心是真美，但是伊的行为无当达到真善。然而武王是政治是死世使然，武王的征发呢是死世就是安尼啊，因为他本性占卜。变为这个武王的本性占卜，而都误杀伐。何况他是为了何况他是为了改名道言啊。武王是救这老百姓，拢吊点倒点，行立行政治所以去革命起来做这工作，可是让求使伊心中感觉十分的无安，因为迄时阵一定会损着了生命。为啥安尼做？伊心中嘛就无安。伊伫发有恶是财不良，尽善尽美，所以这个情形，伊作恶的时阵，但无当做出尽善尽美，唯独如此。才能才最能证明伊是一位良知的心人，是安尼，才有才能证明伊是咱一个足有良知的心人。后来，主啊，为了主啊，trí相不宽，以类不见；灵相不爱，无为观自在。这一种是功力，所以头尾拢爱有灵观。
孔夫子讲，志向爱宽，为你爱敬，人所爱爱。若无呢？若无，我看袂到伊。志向爱宽，这个志向爱宽呢，有一个历史的故事。东调，这个东调，这些人反东调啦因那个东王呢去得罪晋中天，东仁宗这个叫得罪东天去了后，伊那个叫贵族去起来领导，将这个甲杀落去，了后救因第一囝钦宗甲仁宗救倒转来，了后呢，因这东大宗呢，到东大宗，甲感到贵族去的这个点，将因查某囝甲嫁予贵族去死的后生。但是有一日呢，两个发生口角。贵族人后生来讲，你做太子，你做公主有啥物遗憾？迄若毋是阮后壁甲你变转来，你今仔有太子的份吗？有公主的份吗？所以这个查某囝受着伊甲咱讲了嘛足严重咧，伊就无法度当应验。爱从这个情形甲东大宗讲啊，也嘛是知影这个。那么贵族人嘛，问了后知影这个情形，伊就感觉讲，这事足大啊，将阮后生白滚滚，将我杀去掉去，不要东大宗来治罪。那么东大宗看到这个情形了，伊讲亲家，你是白这什么意思啊？伊讲将这个情形啊讲听，东大宗甲讲，这少年人做代志小可的尔，你莫去甲想啊济啊。莫甲想啊济，甲爸去放去，互因转去啦，所以这个代志就怎么过去？所以文上志向一定来宽。咱做身为领人大事，点文书，对咱的护学，小可过错，咱就来宽。身为是大人，对咱的囝有啥物过错，若毋是足严重。咱嘛会宽，所以志向若无宽，为你若无敬，你做伫因表面，无真正出于内心，会敬心出来，安尼无好。人所若无爱，无论咱的亲情，咱的是大人，咱的朋友，咱的道亲，若拄着这个丧事，咱来表现在咱的行为内面。伊讲若人所不爱，无为关系。那么安尼呢，咱的理表现无出来。咱的修道无真正咧修，所以爱志向一定爱宽，为理一定爱敬，因所一定爱爱。咱的修道甲真正修入心。这个孔圣人的这个宗旨就是，本将是孔子教人尊礼，尊重礼的本源，是其上主爱人，故以宽为本。在上个人，咱是学道目的是要爱人，安尼呢，咱的爱心才走出来，所以故以宽为本。为你以敬为本，为你这个敬心一定来走出来。所以，咱若亲近朋友，要去甲伊送书，毋通时间到来赶紧来甲伊拜祭，安尼就好啦。咱来有迄个心提早去。但可惜咱一个人，咱一个人较伟大啊，要去甲拜祭，人做个假表情，咱来用早去行。
林爽一定要爱，爽事爱将咱本身爱做。其上位人应有宽宏的度量，宽厚的德性，相亲大有变化，咱在上的人一定爱宽宏大的度量，宽厚的德性，爱量爱大，性一定爱宽厚，相亲大有变来讲，其中以宽公主来讲，宽即一种，所以用咱哋姊妹一定爱宽，公主来讲，宽即一种，咱的信仰来宽，咱的姊妹对咱有信心。可见宽较为君主爱面之基本德性，宽呢，就是咱学道的人爱面的基本德性。只有为咧，如经宾这书良饮饮酒，大赦自灭，如不以恭敬之心为基础，是个拢爱以恭敬之心为基础。明主各处篇安讲，恭敬之心地，恭敬之心但是地。如无恭敬之心，就失去礼义。假使人有恭敬之心，就失去了这个礼，这个义。自营之所，故凝视他人之所，都可称为凝所。礼记却咧简单讲，凝所不巧，伊讲去到迄个商场，袂使笑，这话不对。咱逐渐一个检验，然后去抗议。那么咱遮去家庭庙，就住内面，人大拢伫外口遐咧等，爱就住内面泡茶，看公笑，打无。我就歹势你甲我讲，我每次甲讲，因是要来遮泡茶，还要来干念庙。若要来念庙，就应该到遮泡茶。咱泡茶一定满意啦，就笑。所以临爽不巧，有爱。临爽则必须爱惜，临爽必须要爱惜的心，有爱。爽事自爱，爽事一定是爱亲的。咱是做人归空的，兄弟归空的，道亲归空的，都足悲哀，咱搁多笑。让岁月临爽以爱为本的这个道理。孔子认为，如果连这个基本的德性修养拢袂当具备，这个人也就不足款了。孔子认为，连这款最基本的德性修养拢袂当做出来，那么这个人可能无多难。正师傅来讲，人因自觉而成长，因自满而得退了。咱来自觉，咱来成长。所以，咱若无自觉，咱袂成长。孔圣人啊，伫因论语讲足侪自觉的这个精神，咱来成长。因自满而退了，咱袂使自满。自满了后，咱来退了。自我批评的认错心理，是道德人生的第课。自我批评的认错心理。是道德人生的第一课，这个讲了足好，是人格生活的阶梯，嘛是人格要怎生活的一个楼梯，所以咱时时刻刻袂使自满，时时刻刻爱自觉，咱来成长，自满